继续来看桃园的新屋，某一间山场强查到讲违法盗盗废土，趁乌心钱趁要到1亿，检方声称没收不法所得，嘛要求法院一定要重判。另外，伫咧花莲嘛有针对保安拿乱弹粪扫的问题加强处理，24点钟以来监视，去年就掠到70件，全部拢爱上班。 大门锁起来，场内停工，位于桃园新屋社区客边。这间洗沙场涉嫌大暗讲偷排废土水，也窃占国有地，受其他业者违法坑建筑事业废弃物，不法获利达到9351万外。桃园新屋私设砂石场偷排约400余吨废污泥，造成社子溪严重污染。谢嫌并于砂石场内堆置1万多吨废弃物及污泥。砂石场 将废水及污泥借由道路侧沟拖排至社子溪，严重污染河川水质，涉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规定之行政刑罚。桃园地检署侦结认为，细只的主嫌等5个人，甲2间公司涉嫌重大，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、刑法窃占等罪嫌提起公诉。除了向法院申请没收细只嫌犯甲伊公司外溢不法利益，也请法院判重刑。砂石场负责人、谢姓被告等人他们获得的犯罪所得高达9351万元我们会向法院申请扣押没收那另外也向法院求处重刑。除了不法企业污染环境，也有民众随手乱弹粪扫。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伫沿海保安林地弹粪扫的地点，架设24点钟电影机监控，透过科技执法。 去年掠出70件，未少是规地的家电粪扫，全部索管上班。沿海的保养一直有废弃物被倾倒，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用科技器材来做一个取缔。111年的话，取缔了225件，那112年去年取缔了70件。花莲分署表示，保安林地防乱弹粪扫可能污染环境水源，破坏鸟类繁殖生态地。 会结合在地社区加强巡查，一旦防查后，以成人法相关会当罚30万；若是但有害事业废弃物，以废弃物清理法会当处1年至5年有期徒刑，并扣1500万以下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